水种对吧？所以水种这两节的微型啊。我去教的那个吼，所以黄师指导我见吼。哦，当然我要去。哦，牧师啊，你找咱指导一下。今日天父，阮感谢你，互阮用按即个时间伫遮，阮要透过庄长的庄教授，伊对圣经科学方面的认识，伊要来甲阮三甲分享，也互阮会通伫头壳底会当搁一摆来思考。主求你帮助阮，你来开启阮心门，阮对你圣神得到智慧，阮会通了解，阮会当去做比较，阮会通搁较深来认捌你。主，阮将下面即个时间强强交托伫你手中，求主你来祝福伫阮的中间，祝福阮即个时间。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弥。是哦，我讲哦，即摆这已经差不多说会使去，要摕着好食。我去，我肯食水果，啊你迄个较济外面吼，较济啦，较济，若有代志，带得你吼。对啊，这安好。今仔日吼，我爱要讲的这个是最近真要紧的一个消息啦吼，大新闻啦，奥巴马甲这个教皇吼，拢抓做这个代志吼，足要紧，因为吼，这个最近发表的这个文章吼，Science 的发表吼，讲吼已经有法度通人工来做这个细胞。哦，这吼教皇听了到就讲，哇，这严重，这严重。所以这个吼，这个公司吼做的吼，是伫这个老伙甲伫这个咩呢？伊这个 Vent 这个名好听的，我会甲恁讲吼，伊吼对这个对这个吼基因的分析吼，会使讲是世界足有名啦。咱知影讲基因吼的这个分析吼，有2个人先出来创，伊是其中一个发明，即马叫做 Whole Genome Sequence。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真要紧的一个问题啦。所以这个伊发表了后吼，奥巴马的政府讲，马上叫这个白宫的这个 committee 来讲，这个到底讲人有法度通家己做细胞吼，这到底偌政治的问题，甲这个 ethics 的问题，哪会当搁家己做？将来若做人吼，这毋知要安怎？这实在是足严重的一个新闻啦吼。这新闻吼出来了，UCSD 随请迄个其中的一个来演讲，过过来，最近也伫 UCSD 有演讲，接对这个发表文章的人，因为这个或者叫 Vent 这个吼是 UCSD 毕业的，即马伊吼来 UCSD 做客座教授，Craig Venter， 你捌听过吼？这个消息安尼来吼，到底对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讲，创世纪讲，迄个上帝吼做这个生物，甲即马这人吼可能会做，到底这个消息甲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是啥物关系？所以我吼，这个牧师无伫的时候叫我单独啦吼，我迄阵有小可讲一下，那阵我看大家面吼，那阵听无啥有个款。我咧讲 DNA， 讲 RNA 吼，大家煞目睭角角吼，我当迄台仔顶吼，要甲解释互较好势吼，有人有几个读生物的吼，
会当了解我咧讲啥物吼。毋过大部分的人拢讲你是咧讲啥尔尔啦，啊毋敢甲较细腻，我目睭看起就知影讲，伊吼，你甲我讲真正是甲讲了袂歹，我是会知影讲啊，咧细腻啦。啊，所以我想讲，利用今仔日即个机会吼，对于即个真正发表的吼，啊人的反应，我甲用足简单，互恁了解。啊，若未了解吼，啊我无法度通做教授啦。我无法度通做教授啦，吼，因为吼。袂当将即个真吼复杂的代志吼，做教授的吼，特别是做主任的教授，第一课拢着爱讲啊，当入来学生爱听有，啊若无吼，逐个嘛晓用 computer 啊，逐个嘛晓放这 PowerPoint， 啊要讲吼，逐个拢会清楚吼，哇，这实在是爱相当的技术，所以我为着即个吼，我迄一日就。当做了后是讲，哇安尼吼，啊当做中间我讲也无法度通甲伊得啦，啊我讲恁听吼，毋知影，你嘛毋敢甲我问啦吼，啊假问咧到底佫见笑吼，讲安尼遐尔简单的代志，啊我嘛毋敢讲伤，我若讲伤深吼，恁会感觉讲啊咧变笑，敢若你知了，你讲完了，所以我今仔日就利用这机会，啊。下站讲了后吼，要来讲咱圣经讲安怎，啊有对冲突的所在啊无？啊吼，特别我今仔日拜托牧师啦吼，啊咱即个李教授吼，啊李教授也伫遮，吼啊咱即个敏生兄也伫遮，吼，伊毋是小像教会来吼，啊大家来讨论看卖，啊看即马即个新的即个发表吼，啊佫黄医师也伫遮吼，伊也做医生吼。所以来看即马即个新的即个发表，即马我当对去即个希腊吼，去做即个遗传学的即个演讲吼，因为我是迄个世界即个迄个会的即个主席啦吼，啊主席就爱讲一寡话吼，对即马即个遗传的代志吼，变做足要紧啊，以前拢是身体的遗传。即马吼，即个精神的遗传，啊，即个行为，即个行为的遗传变做诚要紧啦。所以 UCSC 请我来，伊讲啊，你要做啥？我讲我要做行为遗传学吼，的即个中心，所以我来吼，就是做即个吼，我即迄个态度真济吼，主要是 Center for Behavioral Genomics。即个就是新的centre，啊，我遮咧做研究就对了。但闲话莫讲伤济啦吼，咱直接来看安怎吼。啊，爽多谢呢，我较早你来开者啊无有呢 ，OK。伊是咧讲吼，新细节就是即个吼制作的啦，制作的即个基因体，或者是最严重的吼，啊哦。啊，伊讲安尼啦，即个吼 ，scientist， 已经有制作会当 control 即个 cell 的内底，要主要即个 vendor， 或者即个集团吼，要做 human made 的即个 cell， 啊，互伊家己会较当分裂。我因这用开40 million 做10几年才成功，吼，啊，所以即个代志吼，实在是到我嘛惊着就对了吼，啊，所以讲即个是吼synthetic biology， 这爱 control 即个 behavior organism， 迄个按怎基因来甲迄个变吼，制作基因。哦，啊来下当迄个新的即个细胞的内底，啊，我即个细胞会分裂啊袂？哦，到遮听有无？哦，若听无，请你讲一下，我就迄个啊，陈医师你当然知啦，无问题啦。哦，啊，你嘛读迄个生物的吼，这是基本的即个吼 concept 就对啦吼。我来，即摆吼。
那即个真正会成功吼，因的即个目的吼，毋是要做人啦，是要用这来，即个看会当应用伫咱的即个日常的生活无。所以可能可能即个像我迄最近伫南部有迄个 oil 的 pollution， 你若会当制造一寡 bacteria 我甲你做，甲迄个油产生的迄拢甲食起来，就真简单啦。会当用迄来做即个现在咱咧用的即石油，会当迄个生物咱做出来，迄个生物就是专门咧产生油的生物。这些应用是真大啦，毋过还袂到遐啦，还袂到遐。这个是开端啦所以，毋过安尼了后这个奥巴马的 government， 甲教皇敢讲嘿，这个可能真严重，严重是安怎严重呢？就是这个做这个伦理学的，这个若是假使安尼会当乱用作这个 biological weapons， 用这来杀人，你做出来这个 bacteria 专门来用作杀人你无antibiotics通去甲治疗，伊会当这基因会当，这是一个所以抑阁一个就是会当做 biological weapon。毋尔安尼对咱的即个生存会影响就对啦。所以即个 ethics， 甲即个人的即个惊讲这会产生将来对人的即个生活会大的影响，后好后歹啦我拄则咧讲就是讲有好，有歹。咱即摆咧听拜托，若圣经清楚的人小可想讲，这若安尼到底甲圣经咧讲创世纪讲的甲这到底是有啥物款的问题？就是咱以后要讨论啦OK， 什么是即个基因体？即个古早拢是干那，即个古早刚开始的时，恁若伫高中的生物学拢有读做即个Mendel， Mendel 的即个基因的发现，伊拢是讲植入基因啦，原岛安怎长的安怎短的，迄个拢有读着啦迄是拢咧讲即个植入基因的。阮做的即个慢慢我伫论文大学做即个医学的时，我讲迄个无一定即个人的行为会当干那用一个基因去解决。所以即马大部分的人拢想讲，一个基因的真少，一个基因引起的真少，除去像讲一寡病迄个是心肤症，其他拢是玻璃症伫精神医学的内底，我算做第一个去发表讲要解决即个用植入基因无法度通解决。爱研究真侪基因，叫做 multi gene， 佫毋尔安尼佫叫做 polygenic， 就是讲毋尔干那基因环境也有影响。我甲你讲，阮当开一个迄个全国的会议20日啊。即摆佫较严重的就是毋是干那咱的基因的，咱的身体内底有 multi-million 的即个 bacteria。伫咱的即个胃肠的内底因遐 bacteria 甲 virus 甲 fungus， 伊嘛有基因咧。所以这人的这基因我受遐伫咱的身体的基因的即个影响，毋是干那咱家己的啦，咱的身体内底的这基因的这影响。所以将来要古早咧讲简单，然后基因引起的会发病，即摆无一定啦。伊遐一寡遐好的 bacteria 咱叫做 probiotics， 会甲你甲你的即个基因合起来完着会产生你有歹有 cancer 的基因会全甲 protect。所以即摆这是新的
我咧甲你讲新的即个基因学的即个研究，即个古早吼是古早，毋是古早啦，安那嘛最近30-40年前才发现的吼，讲是足详细啊，即个细胞的内底吼，遐尼侪基因，差不多3亿个即 base， 去安尼填入即个细胞的内底，即个迄个 nucleus， 迄叫做细胞的即个 nucleus， 细胞核，咱话讲细胞核，细胞核啦吼，核啦，迄个细胞核，是安尼，放伫内底吼，哇！迄使吼。全卷到全合起来，迄个引起发现吼，第一个发现讲哪会有法度咱基因吼是安怎？后尾才知影讲，伊安尼卷，那是只线路即个咱的基因吼是拢拍伫内底，迄若无讲比人较敖的即个做法吼，绝对无法度通去拍。佫所有的动物吼，的基因拢拍伫即个 nucleus 内底。安尼我制度咧，是讲互大家拢知影啦吼，所以现在吼，即个研究吼，毋是干那研究一粒基因，毋是干那研究一部分的基因，所有的基因拢爱研究，所以叫做迄个 genomic，molecular biology。所以我来 UCSD 对哈佛来时吼，就是甲定即个，迄。几两年前的代志，就甲定做 behavioral genomics， 我无讲 behavioral genetics， 所以阮即摆拢要研究的，所有的即个基因、甲身体、甲环境，安怎来影响一个人的即个行为，这是实在是真新的研究的法度啦吼 ，OK， 即个就是迄个 Craig Venter， 这 UCSD 毕业的，即个吼。我甲你介绍吼，即个即马伫遗传学的内底，逐个拢捌。安怎捌呢？即个国家迄个 NIH 吼，要用吼3 billion 的 US dollars， 要来看即个人的即个基因的即个 sequence， 到底安怎排列？哇，用足侪钱，即个免达讲。恁开遐侪钱吼，都还袂成功。我无要甲恁政府合作，我家己要来创。伊家己出家己的钱去摕钱吼。拄仔 NIH 成功，伊也拄仔成功。所以伫白宫即个迄阵 Clinton 咧庆祝的时吼，讲咱咧讲即马是 genomic year、post genomic year， 咧庆祝的时吼，因两个拢同时去升奖。即免达就是安尼个，即马吼，即马偌起讲个样子啊，即马吼，讲人个拢做了，即马爱了解即个动物甲生物的即个基因的排列，所以即马全世界的每个海洋吼，伊拢去旅行啦，旅行去捡迄个海里的内底的即食物，安尼研究伊即基因的排列，这就是 Craig Venter， 伊吼。感觉讲拉火也上好的所在，所以就甲设一个，即个伊的研究所，用伊的名，爱去地几啊百万来咧做这代志。伊迄个较近华盛顿的所在 ，Maryland， 伊也开一间，所以2间叫做 Craig Venter 的 Genomic Center。所以你若知影即个洛杉矶甲 UCSD 即个研究即款的即个中心啦，我还袂来以前毋知影讲，遮袂歹，有听着啦，无讲毋知影讲遐尼，我即摆咧做吼 UCSD 吼，毋是讲我即摆来遮变较好啦，古早多好咱毋知影尔。所以即个 Craig Venter 就是安尼吼，所以伊叫做 Craig Venter Institute， 是拉火呀，伊用即个 basic chemical。看到底什么的即个化学物吼，化学物吼，会当来
产生即个DNA sequence， 普通拢是即个glucose 所以拢有特别的安排啦想讲看会当就做一个 artificial copy， 人去做这 bacterium 的这 genome， 迄是伊连看会当用即个 genome， 甲下到即个细胞的内底，互即个人造的即个基因体下到一个新的细胞的内底，伊原底的即个基因甲摕出来，甲下落看，会去分裂了袂？我做真久，就是最近伊发表的这文章，就是咧讲，因的这奋斗就是安尼。讲安尼创较创都创袂出来啦。有一日有一日讲迄个来咧讲的迄个人讲，有一日早起来讲，迄个实验室的内底哪有生产一个新的细胞？大家都欢喜啦，就赶紧去看到底有影。这若无影乌白发表因的名声拢无去。搁去测，搁有影呢。搁迄个基因去甲下落去即个另外一个新的细胞的内底开始会分裂啦。因做真侪，即个基因体的内底真侪基因嘛，即个甲摕起来，迄个甲摕起来，甲看会做袂？我做真侪摆，摕甲拢开。即个是迄个伊对迄个时阵就开始咧做实验，伊发表讲we clearly transform one cell into another， 就是讲即个基因体甲 transform 去伫别个已经有成功，所以会使讲安尼啦。即马我爱对即个客观的立场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的即个发现毋过咱来了解，因的 team 无 create new cells， 伊即个 cells 是有迄个基因体甲摕出来，伊去制造即个 DNA。DNA 是制造的，毋过迄 DNA 制造爱用原底都有的即个 sequence， 这 sequence 是已经有迄个模，爱甲 imitate 去 synthesis 安尼啦。毋过迄种爱迄个技术爱真厉害，毋过伊也毋是讲对完全无创即个新的细胞就对了。来第二我爱讲的就是讲，迄个基因甲迄个 natural one， 甲原底有的即个基因有哪相像make 即个迄个 natural cell 甲伊创的这 cell 分袂清楚。所以这就是真正做了真成功啦所以按甲看起，这个是真symbolic，讲这个 experiment 有成功毋过伊这用到10年要到40 million， 到差不多几啊百个这个研究者，用遐侪时间才创安尼出来。毋过这是一个真大的 success。毋过即个真正的 immediate impact 讲会当做人袂？遐久啦，这较无法度啦。伊也毋是讲真正对无去做有，所以这毋知影的人新闻恁有看到迄个新闻咧讲即马做新的即个细胞啦所以即马我会当将即个甲消化，甲恁分讲。即个毋是真正讲对无去做为，即个意思OK。
我即摆讲的吼，毋是我学家己讲的，就是伊发表了后吼，即个 Science 即个杂志，就是5月21开始登这个，互人知影。啊，实在是吼，即个 Washington Post 有那相像，Washington Post 的5月21都有写即个，互大家知影，大家讲，伊主要是 Washington Post 甲 New York Times， 啊，咱的即个3月5的即个报纸是抄遐个啦。即两个是比较着较迄个 original 的即个 description。啊，即个真正的即个文章吼，恁若有兴趣对即个science 真有兴趣的人吼，是伫 Science 的 magazine， 你到时你拢有咧看 Science 啦。即个 Science magazine 吼，的即个今年伊迄做10几年了吼，最后才发表伫即个7月初2。你若想讲我有咧讲吼，请恁转去看即个 Science 这只吼，即个代志吼，伊个写发表，即个变做历史的即个人类历史的做即个synthetic cell 的即个记载，所以阮咧讲啊吼，都爱互人知影讲，这是你学不大的，还是真正你对倒摕来，啊，就是original。无学生问咧，甲咧电咧，我就咧现信。所以这个爱有迄个吼，即个吼，你咧讲 OK，Washington Post， 你嘛着爱写讲 Washington Post 顶时阵5月21，是迄个 A section 的第3页，你着爱有根据啦，无人无要甲你相信就对啦。当安尼我来。讲即个 science 的部分吼，怎啊要来转一个？所以若对圣经较无识的人吼，阮大家拢知影迄个创世纪写讲吼，即个到底是安怎迄个生物吼，是安怎开始？咱才来讨论啦吼。要讨论即个甲圣经会连起来的关系吼，恁对即个有啥物款的 question 啊？我讲会敢讲有清楚，剩伊1年9月，大家嘛听头。毋过到底，我所以即马吼，甲翻译起来吼，讲较简单就对啦。所以有一个question。好来。这个 Chrome 有啥分别？Chrome 佫无相像。你解释。Chrome 是第一个 Chrome， 就是对迄羊仔吼，对英国的Scotland， 对迄一个甲挂一个细胞起来，用即个落去，是已经有 cell， 迄 cell 毋是synthetic的 cell， 是羊仔的 cell， 自迄个吼，迄 nucleus 甲迄 cell 吼，落去甲饲吼，甲 manipulate， 互伊会当。迄个生，迄个本身搁一个 clone， 就是讲生一个搁完全一样的即个羊仔就对了。这嘛是讲完全一样的。这是安尼，伊这毋是讲迄个完全一样的，伊个吼。对，因为过实在是伊个细胞的内底的即个基因体吼，甲原底基因体无相像啦。因 discriminate 意思就是讲，伊安开始分裂啦，甲即旧的细胞分裂，旧的细胞分裂出来是原底的啦，即个新的出来是原底无相像的物体啊。所以你意思就是讲，若 clone 吼，好容易若旧的摕出来 clone 嘛是旧的嘛。是啊，完全是老的嘛。老的。即摆像这做出来就变做讲，虽然用旧的落甲做来会变做新的出来意思。就是新的。伊这即马，一个样，伊这样，完全，伊这个基因体是人造的，无迄款基因体啦，无迄款基因体，伊去甲sequence 是共款，clone 嘛是 sequence 嘛是共款的。无迄是完全吼 ，clone 是将原底所有的做一 copy，即马这是毋是？
这是以这个chromosome 吼，这个genome 吼，人造去做的，人造做。啊，你嘛是要有一个迄膜，对，用迄个膜，迄膜吼，迄个水分时，对叫迄个水分细菌丝吼，毋是讲原底就有诶动物诶即细菌丝，伊家己去吼，甲组成诶细菌丝，啊去试看对一个吼会合，啊所以真大起初真大诶即个genome吼，甲缩挖看偌侪诶基因吼，甲合起来，就可能伊会 repeat，呀。所以像即种较有可能mutation但是，即种诶可能较有可能性。啊，这mutation吼，即马大家咧研究吼，有真侪原因啦。啊，所以咱诶身体基因拢咧 mutate， 啊，迄拢真受真大诶即影响。啊，你拄则讲诶吼，即咱则搁讲就是吼，迄款吼 clone 诶 cell 吼，即马中国起来吼，毋是养的。毋是养着，啊，快死了，快得病了。你想讲即摆这做出来即个吼，甲即个无原本迄个吼，有啥物分别？有分别。即摆即个是完全新的 cell， 哦，啊，即个家己会 repeat， 迄就是家己会当搁继续生产。会当摸一块。对，摸出来，迄就是遐。所以这较有听圣经的话嘛，讲咧生团解这有无？对。生团来讲，这较成。哦，这家己。比可能较成啊。哦，差真济啦！可能迄阵拿出来吼，大家讲哇，即摆人会当制作啊，做出来吼，做袂出来，人做袂出来，可能也无法度。啊，咱咧讲请即个人吼，无即个人袂使，咱着甲 clone 一个，啊来做迄个人，无法度呢。到即摆也无法度通 clone。啊，即摆是干那进步甲啥物代志呢？对即摆吼，即摆咧研究拢是用这 embryonic cell 吼，迄个就是胚胎吼，啊，迄个转做为搁生做别项的 cell，stem cell， 哦，啊，即摆吼，有时咧创的吼，加州政府咱有投票吼，会当做即个代志，为家即个政府。即个咱拢毋知影，咱投票讲要互伊做就对啦。哦啊，所以即摆吼，即个目睭的 cell 也会当甲变做心脏的 cell。哦啊，即个 skin cell， 我即摆咧创就是甲变做神经细胞。阮咧研究脑嘛，所以即个会当甲改迄个风针吼，啊，即个 stem cell 吼，互伊的即 direction 变。所以即摆这就是加州吼，是全国、全世界。即摆毋是拄开始咧治疗即个，像讲神经断去，即摆我咧是拄可能是一个月才开始。对，试看嘛。试看嘛，咧试嘛。啊，毋知试有无好势啊，无样知。迄都是。有啦，迄个 cell 吼，cell 家己看电看会起来。是啦。啊，若这实在是有真侪人用钱，就是吼，迄个 spinal cord 的即个 paralysis， 即个迄个脊椎受影响。行路袂全 paralysis， 啊，迄就是迄个受伤的时，迄个神经连了无好势，所以即摆即新的细胞吼，甲斗胆遐看会当连起来。即个实在用伫人啊啦。是啊，你用伫人。哦，啊，迄种动物实验了。啊，有做伫人无？啊？已经开始。你讲迄个 phrenic nerve 有无 ？injury 啥物为？虽然无声啊，啥物？是，啊，迄即摆若会当，特别即摆咧要紧就是讲，即个老年的痴呆症，哦，迄特别吼，迄若会当即个用即个 cell 吼做出来，去甲代替吼，啊，互伊发，啊，迄个歹迄个细胞吼，脑细胞会一直死去，这也是一个法度。啊，所以即摆现在要应用的第一个是应用啥物？帕金森，伊咧看一个有无？啊，迄就是因为这脑的内底的迄款产生多巴胺，的这 cell 多巴胺，恁知影，恁做药的吼，迄个 cell 吼无够，分泌袂出来，啊，所以就无法度通控制啊，
手就顶重吼。啊，即马这就是真要紧的即个治疗的即个方针啦。所以医学的进步吼是干那做一寡尔吼。啊，毋过我即马真系就是因为即个脑的病吼无法度通去甲解剖。哦，你若讲看出来，你我都通摆好死。神经的我都通开入去，讲要甲摆好死，无法度啊，无法度。所以即马就是咧想讲，阮即马咧创就是将即个人的即个 fibroblast， 即个吼，即个 skin 的即 cell 吼，甲用咧，啊甲转化有法度通变回做即个 nerve cell， 啊，毋过迄有哪无完全真正 nerve cell。是要来知影讲有病人甲无病人是差安怎样？但是两个方向可能会差足济。无差，毋是差足济啦，会差啦，会差啦。啊，所以无一定是完全讲有法度通搁甲转落去 nerve cell。所以转咱个加新的荷尔蒙哦，迄都爱用 virus 吼，互伊即个改变伊的即个风险就对啦。所以无论什么款细胞吼。拢有法度通改变。啊，迄教会对迄个观点安怎？教会对迄个观点吼，就是政府禁止，禁止，啊，奥巴马来吼开放，啊，所以会当申请研究基金。毋过即马吼又搁禁止，因为人反对，啊，所以即马就是咧选举的时讲，到底你有要赞成即个 embryonic stem cell？啊，伊遮个人就是咧讲，若用安尼个法度吼，无去杀生。你个用平个 stem cell 就是迄个囡仔吼，即个迄个 cell， 背来即个 cell， 安尼就是已经即要做人啦吼，你甲用死安尼袂使。哦，就是伊讲有细胞就是已经是有生命，哦，所以即个 Catholic 拢 against。最近因爱是毋是互迄个 UCSD 甲 UCSF？有一寡污染过要试是要？哦，迄吼还佫停啦。佫停咧。佫剩去个吼，原底钱要发出来，即摆佫停啦。啊，即摆可能要佫开。啊，毋过加州吼有家己迄个家己个钱会使家己用。哦，安尼好个，抑佫有啥物 question 来？现在讲的就是讲，发现迄生命管理，这是生命管理发现，这发现到这是起步。对。你像咧这电话啦，咱这写法毋遮厉害。是啊。你嘛是基本管理发现到以后改变是改善。是啊。啊，这工具就到是啥厉害工具？是啊。你嘛对后部咧管理发现到以后有是改善。啊，你20担尔。对。20担来改善，到现在改善是我怎做？有影。啊，所以这是不得了，即个是生命发展这生命管理出来。嘿，啊，这毋是啦，因为是用迄个原底就有诶，迄个sequence诶拍单。但是讲你这个你 repeat 啊，所有资源拢是 repeat。对。如果你会记有发现到迄个会当安尼创嘛？有迄个生命管理已经知影，嘛知影资料会当改进，就发展出来。啊，这第二顺序就是有变有，还是讲改变有变做别款的形式，毋是讲0变有啊。只要是经济了，对不？到你的意见化，你对吧？变这种吧。这样不是这种电子，这不是你要你卡底牌的。卡皮袂对，但是讲迄原理因知影卡皮原理就。要安怎卡皮？你是意思讲要安怎卡皮？你念你就出来，念你就出来。你无法度家己做出迄个 sequence。你无法度家己create这个 sequence。念就研究出来，念就出来。迄就是即摆我就是，迄就是可能。迄个了，迄个上，迄个就是伫迄个。呀，因为你想写风，你写风，你想这写风较写较厉害。这种这现在主要科技啊。写风你无 life 嘛，无 life。拢写啥啊？高压拢写啥？你这高压嘛，全关注分数底下，这种啊。这是 public 给 public 啊。拿差。大家讲讲个，这个安尼啦，这起初。家己sequence吼，家己老我就是讲，这是 micro。啊，美国政府开始讲，啊，你逐个若创，逐个拢 micro， 啊，你对患者抽的血吼，创出来即个sequence吼，迄是迄患者的 property 啊，所以 no limit， 所以即马开放。
这基因的这研究吼，拢袂当拍的。哦，对，我是了解。袂当有拍的。所以无你是讲要来赚钱。所以即马大学的内底吼，若做这吼，就随爱互大学知影。大学就随报去即个用咧小学里面迄个关键，袂使叫用头顶就对了。安尼好，咱来讲即个其他的。OK， 所以咱即马来看圣经，咱来看圣经吼，咱会有人摕圣经来，我看民修他有摕啦，牧师也有啦吼。咱即要讲圣经甲科学吼，圣经嘛就，民修要我请你读吼，读即个创世纪，创世纪吼，即个第一章吼。11节到31节，这是咧讲安怎上帝创造即个吼，有日头，有月光，有即个来讲做即个生物，这吼，即个即马即个民众要听的这吼，这是听去讲，是摩西啦，对古早人。因遐埃及遐人因遐犹太人讲做，对遐所听的这故事吼，伊甲写出来。毋过信基督教的人是想讲，写的时吼有上帝的即个名，甲印出来，所以迄就是上帝的即个记载就对了。所以这一份信教的人吼，后门派，一种就是讲圣经所写的，就是上帝的话。还佫有种的人是讲，迄毋是真正上帝的话，迄是人吼将即个上帝的话甲 transform 落去写出来，所以完全无相像。所以一派就是讲，你毋通用圣经吼，每一句拢是照讲，迄就是拢上帝袂使错。past tense 就 past tense，present tense 就 present tense 吼。语言即摆遐尼济吼 ，translation 遐尼济，台湾话 translation 甲即个北京话translation 佫无相像，所以吼，咱要读圣经的时吼，爱去了解即本册的即个背景，什么人是作者，作者的即个性格是安怎，所以咱若有机会，我哋拜托你读者吼，拜托你读吼，即个读吼。创世纪第一章啦，对11节开始，你来读。是无罗马字的圣经啊。无要紧，有人大家拢知影，互伊小可复习一下。上帝讲，地要发生青草、甲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种鱼类，果子拢包着河吼，代志就安尼成。12节。就是地发生青草、甲结种子的菜蔬，各种鱼类并结果子，树木各种鱼类，果子拢包着河。上帝看这是好，有暗时，有早时，这是第三天。要搁算？读到31节。读到31节，我遐长。上帝讲，天顶要有光体，就会当分日、暝做记号，定节日。日子、年岁，并15节，并要发光伫天顶，普照伫地上，代志就安尼成了。16节，上帝做了2个大光，大的管日，细的管暝，佮做正星。17节，就将这星，将这光摆伫天顶，普照伫地上，管理日、暝分别明甲暗。上帝看这是好，19节有暗时，有早时，这是第4天。20节，上帝讲，水要做自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鸟飞伫地上以上，天顶的空中。21节，上帝就做出大鱼，甲水中所生的各种有生命的动物，各种鱼类。佮做出各样的飞，虾
各种异类。上帝看这是好。22，上帝就赐福，或这一切讲滋生烦恼，充满海中的水，七鸟也要做生着地上，有暗时，有日时，这是第5天。24，上帝讲，地要出生这画面来，各种奇异，精生昆虫、野兽，各种奇异，代志就安尼成。25天，若是安尼，上帝就做出野兽各种奇异，精生各种奇异，地球上一切的昆虫、各种奇异，上帝看做是好。26，上帝讲，咱就照咱形象，按照咱的样式做人，互因来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精生，甲全地因地上所第一切的昆虫。27，上帝就照家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伊的形象做男做女。28，上帝就赐福予伊，佮对因讲，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内的鱼、空中的鸟，甲地上各种行动的画面。29，上帝讲，看，我将土地面的一切的果子、菜蔬，甲一切树仔顶所结的果子，全部拢赐予你做食物。30，到我地上的走兽，甲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伫地上所有生物的有生命物，我将青草赐予因做食物，代就这样的成。上帝看一切所做的拢是真好，有暗时有日时，这是继续讲。啊，所以吼，即个就是迄个第6天，啊，对第2章开始，就是创造人的啊，互人来管理即个所在。所以特别吼，我甲伊我所讲的吼，甲即个摆布所写的即个1章11节，讲吼，英语是写种叫 God said, let the land produce vegetation， 就是食物啦吼 ，seed bearing plants， 有 seed 会当传的即个食物 ，and trees on the land that bear fruit， 就是咱咧讲会生活 ，we seed in it， 所以这籽就是咱咧讲的 DNA 内底传落去吼。According to their various kind, and it was so。所以上帝做有即个核吼，可以会当将遐来传。哦，这记载吼，这个翻译是这个我遮吼，你有读的吼，11节，就是咧讲即个代志。所以安尼讲起来吼，上帝创造就是创造对即个吼 vegetation plants 会当生活。哦，啊，即个就是上帝讲这是真好。啊，所以安尼来看起来吼，就是咧讲，我今日所讲的吼，咧创造即个生物吼，啊，甲即个圣经咧讲的有啥物所在？有共同的所在，有啥物所在？有即个矛盾的所在。哦，咱会用来大家来即个，咱即个就是咧讲科学甲圣经啊。咱所了解的圣经甲这到底是安怎的即个 connection？王教授。你食迄个李先生吼，伊所读的是无学本，还是迄个巴克利的？无学本，毋是读迄个巴克利迄本。哦，你咧讲白，你咧讲巴克利是，毋是，但是足怪啦，足怪。你会当上网吼，就是信望爱我吼，吼，迄拢有迄个内底拢有当download有当创啥？有啦，我普拢有坐啦，啊无咧台湾的时候，顶多教会拢用白无钱，
罗马人发音，都足像台湾话，足优美吼，的文学的诗句，你听到可能足爽快。我听是真爽快，我是讲，要知讲你到底是哦，对啊，对好。迄个听到讲话就真爽快。真水的单位。是啊，真水的。啊，你去讲嘛，足水。鸡水这是厦门话啦，咱台湾的无讲鸡水啦。啊，迄是遐迄个宣教师吼，落过遐吼，迄个因吼，听讲来台南了后，去找即个台南的即个迄个遐吼，会读汉学的啦。啊，甲讲吼，圣经是安尼讲，啊你伊去学台湾话啦。啊，讲你安怎甲翻译？啊，所以迄就变做咱即个罗马字的即个。I don't think so。你讲清楚。伊是巴克利，迄主要是根据迄个厦门话啊写。对。哦，所以你讲真正是根据台湾话吼，伫台中吼有一个叫做迄个红葵圣经，才是对台湾话啊写。哦。迄是干那新约正有尔，旧约无。有安尼。牧师啊，你知影无？你讲迄一个部分有啦吼，不过别个牧师伊是对厦门来台湾，啊，伊有一段时间佫转去厦门翻译圣经，伊讲是对的。有一部分伫厦门迄边遐，伫中国迄边遐翻译，嘿，啊，所以伊其实有融杂着台湾音甲厦门音拢有伫内底啦，不过大部分是厦门音较济。是。嘿。啊，我对迄个吼，我知影迄个即个去找即个台湾人吼，伫台南嘛。的一个姓刘的即个家族吼，就是讲来了后，伊读英语吼，啊，互伊解释了后，啊，用即个台湾话吼翻去。有一部分是啦，因为伊要翻译对旧约甲新约，爱真长的时间。对。OK， 啊，伊有一部分伊开始来到台湾了，伊发现台湾人的教育足歹。啊，要互台湾人开始会读册，用罗马拼音上紧，所以用迄个方式开始来翻译。啊，有一部分是伫安尼的经营下面翻出来吼。啊，不过我是感觉讲较重点是讲，包括咧博士伊翻译的圣经，毋是干那台湾迄个咱咧讲的台湾话的迄个水尔，伊较重视伫原文的解说。好学本有足侪是用意思去翻啊，啊，伫包括咧。用的这台湾话的翻译的中间，伊较重视伫原文的意思。所以较近伫即个 King James。嘛无拄，伊无参考英文版的，伊就直接对原文翻译出来的物件，是安尼。嘿。你讲原文版是希伯来意思。希伯甲迄个 Greek， 伊先用 Greek， 嘿，咱真侪中文版拢是参考 King James 啦，嘿 RSV 啦，即种的，就佫翻出来，伊无伊就直接对原文翻出来。所以阮咧用圣经的时，我一定是用台语即本做主要的参考，啊再参考其他的版本啊。啊，这是阮迄个问题咯。即摆咱来讲即个圣经创世纪所写。啊，甲伊迄是上帝做即个生命，迄个创世纪写真清楚，毋命干那人啦，迄个生物，啊，佫有 nucleus， 有这死会当 repeat， 所以今仔日因这做的吼，会当将神圣的物件吼，互伊 repeat， 这是一定是真要紧的一个 breakthrough。毋过无讲用新的创一个新细胞，啊，这创世纪咧讲的就是讲创即个各种的新的细胞。所以迄个 synthetic 迄个 gene 吼，一定会当 multiply by itself。对。所以安尼意思讲，迄一定是一个生命，有无？你会感觉是，迄是一个生命。对。啊，毋过迄吼，伊若准是生命的时阵，就是讲人一个 synthetic life。主要是安尼啦。伊迄个4岁，4岁毋是讲家己去生出来，
是原底迄个chromosome，或者细菌是已经绑体咧，已经有，爱去甲将迄个，伊毋是讲 create， 伊讲 synthetic。It's a copy. 对 synthetic。Yeah. So it's a copy. 是爱合成。是的。不要讲靠然后拜过靠，就是说照那个细分子哈，你给物质把它填进去，填掉以后，它会分裂，这个做上帝的工作。是啊，你当那个现象哦，就是生命，对不对？就是生命，所以我就讲这点哦，真大的问题伫遐啦。啊，你若要讲安尼斗咧，无生命，就讲安尼斗罗美国来，你遐斗的哦，你无效咧。斗起来，不只伊会家己生出来。啊伊吼10年的中间吼，你 imitate 吼，你做了拢袂 repeat。啊落尾吼讲哇影响就是落尾伊若外口买新鲜的即个genome，啊买来甲饲也是无法度。啊所以伊就豆吼，即粒基因无好势，伊就甲摕掉。啊，对一粒基因吼，可能爱着甲换，伊就甲换，啊换到最后才用即个吼倒入去了后，才去发现着讲有 repeat 咧。这是即个OK。所以因为讲可能我圣经啊，我圣经部我无去读册，我所了解科学。这地球的存在是已经照看是13 billion 的13 billion，13 billion 迄存在时咧，已经即个所有原理拢伫遐，拢存在啊。现在所你今日所发现的物拢存在。你是讲13 billion years 是啥？也就从迄个时阵就开始着这分子、电子，你写这个盒子，这个线个上，这个拢这无机的物件拢存在啊。到尾这细命是伊制造出来，是伊合成出来。13 billion 中间已经经过半代无共的生物，迄已经半代过。迄个恐龙的时代啊，什么时代啊？时代一个拢死过。啊，咱这现代人是最近的，可能无到。咱历史真无较到2万当啦，咱现代人啊，无2万当尔。但是咱的近代人，你像北京人啊，迄50当啊，无50万年啊，迄个人可能死了，人啊，所以就已经有半代人，其实这地球拢存在实力，啊，咱现代人啊厉害是厉害是对位呢？伊这数学家吼，伊发现着伊用数学会当去算出这个物件吼，各自然拢原理拢相像。我讲遐数学家，恁甲上帝啊有沟通的。你讲创造者，伊甲上帝，阮问讲，这数学吼，这现在数学啊，我都讲，伊推出来物件，甲这自然拢会相像。你像电磁波，咱用这电磁波，这较早无上面的物件，伊这就是用数学推出来，用数学，因为数学家经过这个实验，慢慢做实验，然后伊推出这电磁波存在，然后伊做实验，真正有这电磁波，所以今仔所有物件。这厉害是这数学家，啊！这我相信这真啊，这原理出来以后啊，这数学家将来会起来做解释啊。啊，这出来以后就对这科学这发展的实验，这甲这迄个个这个数学合作伙安尼互相演进啊。你将来这我想进步非常紧啊！你看到的复杂就是这么紧。最近这新闻是，这新闻是有这电脑哦，差者哦，以前讲爱做2礼拜偌济，等下几个钟头。是啊，啊，迄就是现在咧做电脑，爱bioinformatics。因为sequence吼，迄拢是数学的这个排列组合。性就是讲真奇怪呢，我是讲这数学家因发现这数学会当用伫所有的，是咱这用这无讲你人为的啥当用啊。你若当用共迄个数学，啊，就推出来物件，拢真人会输，这是。啊，所以就是安尼啦。这创世纪第2章你开始个，上帝创造人吼，有即个上帝的即个 image 伫内底，啊，所以迄上帝即 intelligence 已经互伊即个人的即个，所以你咧讲 mathematics ability。那圣经咧所讲的，就是讲上帝创造的时已经互伊，啊，即个伫动物无啦，干咱人类有尔。啊，所以伊咧写是写讲，安尼吼，
要叫人吼，就去管即个地震的物件，啊，要互即个人吼，甲试当看遮人吼到底有听上帝的话啊无？伊毋是讲你袂使去食迄丛啦。我甲你讲一个讲，即丛吼你毋通去食，伊佫填啊因太太啊吼，就去甲买去甲食，啊食了无？佫无法度吼，赶紧就摕互伊先生食，煞去加担，伊先生加担即个吼阿当阿婆，就是即个意思。哦，这就是圣经咧讲的啦吼。啊，所以咱现在吼，即个 creativity， 我一直有咧讲吼，你叫我演讲时，即 creativity 是有即个 genetics 的即 element 伫内底。啊，有个人较 creative， 有个人较无 creative 吼，这才是上帝所显示的，伊即个你咧讲的即个 creativity， 吼，啊，敢若即摆甲看来吼，动物都也无讲有即个 creativity， 无即个 language skill。啊，即摆即个学说就是咧讲，人吼开始有即个精神的毛病吼，就是因为开始有即个 language， 吼啊变去，啊所以即个人吼煞想法煞无相像，吼啊原底是即个岛平咧管即个语言的吼，吼啊即摆即个吼煞全移去正手边，吼啊煞全两边拢咧用就对了，吼啊古早对非洲出来时吼无回答，所以咱为是有限发达，出来到即个欧洲甲亚洲了后吼，啊甲新美洲了后吼。